引发爆炸这个 BB 扣，讲是来自台湾的金阿波罗公司。不过金阿波罗出面来驳回，讲产品拢毋是伫台湾制造的，是匈牙利的经销商 BAC。虽然金阿波罗的董事长柯清光一再来强调讲，物件毋是我做的，也毋过检方认为这已经牵涉到国安问题，早起也是请这柯董事长到调查局来说明。台湾这个词嘛，因为这个事件一直互国际媒体来放送。Some of the officials say that the pagers were tampered with before they reached Lebanon, and as little as 1 to 2 ounces of explosive material was implanted along with a switch that could be detonated remotely. 黎巴嫩 BB 扣爆炸案成做国际重大案件，台湾同志直直放送。厂商金阿波罗加密器和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嘛跳出来讲话，讲已经看到台湾厂商无参与新品。国务卿布林肯嘛讲，关进程对这件代志拢唔知晓。东西不是我设计，不是我制造，所以跟我毫无关系啊。买回敢有授权商标，金阿波罗董事长佮点名产品是匈牙利经销商 BAC 做配，两间公司确实有合作关系。若买卖状况相款，经这波回应，最近2年半来，金阿波罗确实有甲产品出口到匈牙利，时间伫咧2022年拢总254套。外交部嘛出面讲，台湾出口的产品绝对无问题。从2022年到2024年8月，金阿波罗公司出口26万套呼叫器，主要对象为欧美国家。相关产品并无爆炸情形。这是树林地检署认为最近涉嫌国安问题主动犯案，金阿波罗董事长柯清光马上传唤，伫咧今仔日透早前往调查局国安站说明。另外一边，金阿波罗办公室3不5时到警察出入签到，真一港的门口口冒真济外国媒体伫咧动弹，这件爆炸案已挂互台湾牵上国际版面，全球关注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